迎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。今天透过镜头带你到苗栗公馆，这里的农特产是紫苏，有独特的香气，还能够去腥味，也很养生。客庄妈妈喜欢把它拿来入菜。早年的日本人也都很爱从公馆进口紫苏。今天我们就带您来看看独特香气的紫苏鸭口味如何。清明过后开始采收的紫苏最鲜嫩，紫苏达人林前明种植紫苏20年，说起紫苏滔滔不绝。比较嫩，比较红的啊，那红的比较嫩。除了客庄妈妈喜欢用紫苏入菜之外，早期公馆的紫苏大多都是外销日本，因为日本人认为紫苏是养生保健的好食材。紫苏的那个香味比较重，还有那个颜色比较漂亮。知名度响叮当，因为用来灌溉的后龙溪水质纯净，而土壤含有矿物质，再加上有机栽种，所以公馆的紫苏品质1等1。里面没有撒农药，才会长一些小虫。紫苏入菜也是客家庄的招牌。今天公馆知名的客家餐厅要教大家做紫苏鸭。材料有葱、辣椒、姜跟蒜，再把处理好的鸭肉切成条状，就可以下锅做料理。你太熟的话，那就会涩涩的。100度的油锅，先把鸭肉炸到8分熟，再把备好的辛香料爆香，跟炸好的鸭肉一起放入快炒。接着用在地最新鲜的紫苏调味，不但添香也增色。最后加入胡椒、米酒和蚝油，大功告成了。在炒，比如说我们炒这鸭肉鸭肉有腥味嘛，它会把那腥味压过去的，紫苏吃东西会比较开胃。紫苏鱼片也很爽口，把紫苏、糖跟醋做成酱汁，再准备一些紫苏梅，接着把鲷鱼片沾粉油炸，炸到金黄色再起锅。炸起来就像这样金黄色这样，配上特调的紫苏酱汁，这一道紫苏料理真的相当开胃。紫苏梅它本身就酸酸的啦，我们还有再加一点那个糖醋汁下去，两种混合下去煮，都比较酸甜。对。紫苏香气浓，不常拿来做主角，但是当配角有画龙点睛的效果，让美味佳肴增添独特风味。取自客庄天地的香气凝结紫苏片片，不抢戏的天然味让热油洗礼过的佳肴去油腻有层次，尝一口有难忘的感动时刻。